近期中美貿易博弈再度迎來新一輪升級，美國喺無關稅戰、無科技封鎖嘅空檔期，再次搬出屢試不爽但全程毫無證據嘅涉疆人權牌，啟動新一輪大規模單邊制裁，目標直指中國實體產業，打壓力度覆蓋規模，牽連行業都創下近期新高。美東時間7月31號，美國國土安全部正式對外公布最新名單，一次性將43家中國企業及實體新增列入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禁進口清單。呢一批新名單生效之後，呢43家企業所有原材料、半成品、終端產品將被全面禁止進入美國市場。美國本土企業、美國進口商一律唔可以採購，唔可以合作，唔可以貿易，等於被美國市場徹底封殺、徹底斷路。今次制裁絕對唔係小打小鬧嘅個別針對，而係一次覆蓋極廣嘅產業級打壓。根據官方披露嘅資訊，今次新增嘅43家實體不再局限外界印象入面嘅紡織棉花產業，而是大範圍擴展至食品加工、醫藥製藥、有色金屬、鋰資源生產、基礎材料製造等多個國民經濟核心板塊。可以講，美國已經徹底放棄局部針對，開始全方位多行業鏈路式圍堵中國實體出口產業。大家首先要搞清楚呢套法案嘅運作邏輯，先至可以明白今次制裁嘅惡性程度有幾高。美國2021年通過嘅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係一條極度霸道、完全唔講國際規則、唔講證據鏈、唔講調查程序嘅單邊國內法。呢套法最離譜嘅地方在於實行無罪推定倒置，只要美方主觀認定企業涉及新疆產業鏈、涉及新疆供應、涉及新疆原材料，唔需要提供任何實質證據，唔需要現場核查，唔需要雙方對質，就可以直接列入黑名單，直接實施永久劃牆。換句話講，呢套制裁機制完全係美方話你有罪你就有罪，零辯解空間、零申訴渠道、零透明程序，係現代國際貿易體制入面最赤裸裸嘅單邊霸凌、經濟脅迫。而今次一次性新增43家，亦都令美國涉疆禁運清單迎來一次超大規模擴容，整體名單規模直接擴大近30%，足以見得美國近期嘅打壓節奏明顯再度加速、再度升。面對美國毫無底線、毫無證據嘅新一輪制裁，中國商務部喺8月1號火速發布官方回應，態度極為堅定，立場極為清晰。中方官方定性明確指出，美方今次嘅所有操作完全毫無事實依據，只係憑藉虛假資訊、謠言抹黑、主觀臆測、濫用本國國內法，隨意制裁中國企業，隨意切割全球產業鏈。中方直斥美方呢種行為係典型嘅經濟脅迫、典型嘅貿易保護主義、典型嘅以人權干涉經貿，不單止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嘅合法經營權益，更加嚴重破壞國際產業鏈、供應鏈嘅穩定，擾亂正常國際貿易秩序，踐踏多邊貿易規則。中方亦都明確表態，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，堅決反對美方嘅惡意打壓。今日我哋客觀中立逐層拆解今次43家企業大規模拉黑事件背後嘅真實真相，美國嘅真實戰略目的，對中國產業嘅實際衝擊，以及成場博弈嘅底層邏輯，同時分得清清楚楚，邊啲係鐵一般嘅客觀事實，邊啲係官方定性，邊啲係專家分析，邊啲係民間合理揣測。首先第一個重點，徹底拆穿美國嘅表面藉口。美國對外全程包裝，聲稱制裁目的係打擊強迫勞動、維護人權、維護公平貿易、保障美國產業合法環境。但真實情況係，所謂新疆強迫勞動係一套經過無數次核查、無數次外國實地走訪、無數次國際組織驗證之後，已經被徹底證偽嘅虛假謊言。過去幾年，聯合國大量外國媒體、外國商會、獨立調查機構多次進入新疆全域走訪調查，從工廠、農田、企業、鄉村、勞動市場逐個核查，從來冇有發現任何所謂強迫勞動。真實嘅新疆勞動市場完全係市場化、自願就業、自由擇業、多渠道徵收、依法保障勞動權益。新疆各民族勞動者享有完整嘅工資保障、社保保障、勞動保護、休息機制，勞動收入穩步提升，生活質素持續改善。呢啲全部係有數據、有影像、有實地記錄、
有民生真實狀況佐證嘅鐵一般事實。美國明知呢套指控係徹頭徹尾嘅假資訊，仍然不斷反覆搬出，唯一原因就係涉疆人權已經成為美國成本最低、操作最方便、最容易輿論包裝、最容易單邊制裁中國產業嘅萬用藉口。第二個核心，拆解今次制裁覆蓋嘅產業深意。今次美國不再集中打壓傳統紡織產業，大舉納入鋰資源、金屬材料、醫藥製造、食品產業，呢個轉變極之關鍵，暴露美國嘅真實戰略。紡織品只係低附加值出口產業，打壓紡織對中國核心工業體系衝擊有限，但係鋰產業、有色金屬、基礎材料、醫藥產業係中國新興製造、新能源產業、高端出口、民生工業嘅核心底座。美國今次抗圍制裁目標已經不再局限於抹黑新疆，而係希望借住涉疆名義切斷中國基礎原材料出口，打壓中國新能源上游產業，限制中國醫藥製造國際化，干擾中國基礎工業鏈。簡單嚟講，美國已經由輿論抹黑新疆全面升級為產業鏈層級嘅精準打壓，借虛假人權名目行全面克制中國製造升級之實。第三個客觀現實，呢種清單制裁最大殺傷力唔係關稅，而係貿易隔離、信心切割、全球供應鏈連鎖效應。一旦企業被列入美國禁進口清單，除咗直接唔可以進入美國市場之外，仲會產生極大嘅連鎖負面影響。第一，全球跨國企業為咗規避美國制裁風險，會主動斷開同被列入黑名單中企嘅合作，避免自身被美國二次制裁、二次牽連。第二，海外訂單、海外招標、國際認證、海外合作都會主動剔除名單內企業，直接導致企業丟失全球市場。唔單止美國，第三，企業國際信譽、融資評級、海外投資、品牌形象都會受到長期負面影響，恢復難度極高。正正因為呢套機制具備極強嘅連鎖殺傷力，美國先至不斷擴大名單規模，由最初幾家、十幾家一路擴容到而家幾十家、上百家，實現行業覆蓋、鏈路封鎖。講完成場事件嘅客觀事實，我哋再講坊間同戰略圈嘅合理揣測，呢部分屬民間推演，唔屬官方定論，只供大家。第一種戰略揣測，美國選擇呢個時間點大規模擴容制裁清單，係有意配合美國國內輿論同選舉節奏，對華強硬，撈取政治資本。美國政界需要持續製造中國威脅、中國產業不透明、中國存在人權問題嘅輿論氛圍，容易合理化自身對華圍堵政策，團結內部民意，轉移美國本土經濟通脹就。第二種揣測，美國有意提前鎖死中國多條基礎產業嘅美國市場通路，為後續更大規模產業制裁、技術限制、投資禁令鋪路，先靠禁進口清單切割貿易，再靠技術管制切斷升級，最後靠投資限制隔離全球資本，逐步完成對中國高端製造、新能源、原材料產業嘅層級釋圍。第三種市場觀點認為，美國刻意擴大制裁行業範圍，目的係製造全球產業恐慌，令更多海外企業不敢同中國新疆產業鏈合作，逐步弱化新疆對外經貿地位，弱化新疆產業開放優勢，試圖經濟層面孤立新疆，干擾新疆穩定發展。與此同時，我哋都要客觀持平分析呢次制裁嘅局限同失效位，唔好只睇美方氣勢洶洶，忽略中國嘅反制能力同市場真實人性。第一，美國市場已經唔再係中國企業嘅唯一出路，甚至唔再係最大出路。近年中國企業持續拓展東盟、中東、歐亞、拉美、非洲新市場，外貿市場多元化佈局早已成形，被禁止進入美國，只會損失單一市場，完全會擊垮產業鏈整體運行。第二，美國制裁只可以禁止美國進口，無法禁止中國產業自我升級、自我迭代、內循環消化。無論係鋰資源、材料產業、食品、醫藥，中國本身就具備超大本土市場，完全可以內循環兜底，外銷受阻可以轉內銷，轉新興市場，產業根基完全唔會動搖。第三，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國家看穿美國人權工具化、貿易政治化嘅套路，不再盲目跟風美國制裁。
越來越多歐亞國家、發展中國家公開表示反對以單邊國內法干涉國際貿易，反對以虛假人權名目打壓正常經貿合作。美國嘅朋友圈正在越來越細，單邊霸凌越來越難獲得國際認。回顧幾年以來嘅全程博弈，大家可以清晰見到一條不變嘅規律。美國不斷升級制裁，不斷擴大黑名單，不斷製造輿論抹黑，但從來冇有一次成功打垮中國相關產業。幾年前美國全面封殺新疆棉花，聲稱要令中國紡織產業崩盤，令新疆產業無以為繼。但真實結果係中國棉花產業鏈愈做愈完善，本土品牌愈做愈強，出口市場愈多元化。美國嘅封殺最後只係打空，只係自我限制，只係令美國消費者承擔更高物價。而今次嘅43家企業大規模拉黑，即係舊套路嘅新版本，本質依然係毫無證據嘅輿論抹黑加單邊經濟霸凌，改變唔到中國產業升級嘅大趨勢，改變唔到新疆穩定發展嘅大局，更加改變唔到全球多極化貿易。最後我哋總結反城牆事件嘅核心啟示：美方一而再、再而三搬出虛假涉疆指控，大規模制裁中國實體，足以證明當美國喺科技、關稅、貿易競爭上面越來越難找到有效突破口嘅時候，就只可以依靠造謠、抹黑、單邊制裁、人權、政治呢啲低成本手段維持對華壓力。呢種行為短期可以製造市場波動，製造企業出口壓力，製造輿論噪音，但長遠只會不斷透支美國嘅國際信譽，破壞美國喺全球經貿體系嘅公信力，加速全球去美元化、去美國規則化嘅進程。未來可以預見，美國仍然會持續更新清單，持續新增制裁，持續炒作各類虛假議題，試圖打壓中國產業。但係中國企業、中國產業、中國外貿體系已經經歷多年制裁磨練，韌性極強，適應力極強，轉型速度極強。面對無理打壓，最好嘅回應從來都唔係口號式反擊，而係繼續做好自己，穩住產業鏈，拓展新市場，強化自主技術，完善內外貿易佈局。美方愈係圍堵，中國愈會加速產業獨立，加速市場多元，加速自主可控，最終所有制裁都只會成為中國產業升級嘅催化劑。呢一場由美國一手挑起嘅經濟霸凌同輿論抹黑，最後輸嘅一定係迷信單邊制裁、沉迷舊霸權思維嘅美國，而贏嘅永遠係穩紮穩打、持續進化、越壓越強嘅中國實體產業。